阿龙，阿勇的做法是我高头不住，我今日替你动下了一箭，也是我应当的。少爷，发生什么个事情？凤爷，凤爷，凤爷，亚龙，为何送到安阳冲呢？我本来我自己性命，随地，佢替我动下一箭。是爱啦，是爱一时糊涂，用土白，原本爱上骗人家呀，马上定爱上上到我家少爷，少爷你想来啦，我唔错咧，你那是听我用办老爷交代，我要听听你来死好咧啦。莫因管家将亚龙带回安尼个村庄，来，本来看丧事。万般无奈答应你，良策本来本准备，已经应四面题。苦心栽培有年间，万乃夫子不挑言。龙儿已经状态了，他的思想已经老爱也不相同，父子意见不合，一气之下，我讲了从话，已经想起来，我实在也对不起三夫人家呀。校长，校长，你莫搁再乱想诶！容易，佢已經狀態，有自家嘅想法，你我嚟相信佢呀！我多大用辦相信佢，佢嘅個性安樣嘅軟弱，同樣力後，我那係不才了一世間，佢那本人欺負到，佢良事。校長，望子成龍，望吾成鳳，但是人那係冇跌倒，樣辦會成長呢？錯。奇怪，亞龍唔係前去提親嗎？因為俺叫冇再來呢。校長啊，校長！
嘅事情哦？楚总，事情不好嘞，事情不好嘞，小雅姬呀！系啊，亚龙人呢，佢讲爱去偷钱，只有伊一家人转来，让爸冇看到亚龙发生乜嘅事情係冇？楚总，俺娘干啥？俺娘干啥啦？你到底讲乜嘅啊？佢龙里呀，佢去偷钱，就会何事发生乜嘅事情？你还唔急急讲清楚係冇啊？啊，就是佢去驻村讲亲，啊，外嘅就是这个信用。新娘用白人啊？讲嘅不清不楚，讲下清楚地喂。讲，啊，就个信用小野佬去信用假拍啥？啊？你讲乜嘅？你再讲一遍。啊，就是信用假骗啥？小野佬去上当，啊，后来佢就新娘假骗人，佢老人上当，然后用白人啊？又发生有事情，亚龙人嘞，别讲啊！变后嘞。啊，佢太小野佢就诉讼哎。诉讼，亚龙诉讼，又会变成了例子，上帝用白人，你定来不呀？上帝是无强哦，也下人头该祖传。你在做错。漫天星斗，暗思量，几时要为暗冲动？一念自擦身太重，呀龙咁恨气心善良。小雅，哎呀，好险啊！你没事情，真是恰天恰地哟。好的啦，风云小姐前来搭救，你真真的平安无事。係你救我嘅，我係用對你嘅聰明，為乜解？為乜解你還要救我？虽然你暗用做，不过我哋那个本性系善良嘅。我再讲，做人用人的，见是无救咧。之前你唔系也系救过我吗？你冇應該救我嘅，为乜解？因為就係愛，男係愛一時嘅衝動，造成你祖傳暗度嘅思想。全部個所有嘅事情，
就会俺亚龙引起的，一切的一切，就会因为爱。亚龙，因为爱高兴，愿有无担当，害得处人中。命丧，因为爱，难他父亲该期望，害己为爱心悲伤。想当初，那么爱母亲，为命梦。父亲恩爱情坚重，那么爱，两处不爱放浪。平生发用爱空，当初我的母亲，也是因为我才来离开世界，我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世界上。让你。你有没有安用疯狂的想法了？出众啊！天下父母都相求。善良天下用，出走呀爱落入梦，但你口身才弟兄。亚龙本心地善良，天赐不才同多强，虽江南你爱风光，万年也能生同僚。难道圣经喜爱对亚龙同样高啊？风拂一群群，四八年，
的东的尊心言。一生有求归命天。万乃行为有差偏，自本黑父母丧。有求娘可明年哦，容易香香错身嘿。太错，一世为求天。天伦咯，感谢姑娘送酒，俺你弄错，就剩了条金婷婷，那唔系姑娘啊，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啊。错啊，我家老爷佢咩爱子心切，只是用唔错嘅方式。本家郎承受到安阳县的痛苦，我哋都为人母也有正义嘛。朱存忠，强烈原谅啊！该一时嘅冲动，怎会造成朱存世上嘅无数？强烈原谅啊！娘，咱莫怪你啊，也无用啊。你是真心改过啊，以后就莫再犯嘞。多谢存忠。亚龙，我定义新本山，人讲影响啥影响？我要有不对的地方，人家要从你好好前来学习啊！你何必讲安容易？明山，你是我嘅好兄弟呀！好兄弟，凤英，爱。亚龙，给以前的事情就不给过去就好了呀。不过我已经嫁奔明山了啦，你做得来我村中了，我会好好招待你。明山，
凤英是一个好姑娘，你要好好来痛惜她呀。我哋要要好好来照顾佢呀。父亲，孩儿点唔错咧？唔是安样，唔是两个错误，有错的人是为父啊，因为我只有两一个来的，只像两个阿妹，佢讲下你了后，佢就一命身亡，故说我神答应佢，对两阿妹应该好好来保护你，我认为。最好嘅，我全部就爱分你。想唔到，我对你痛严高，既然本你安样嘅压力，从今以后，我唔会再本你任何嘅事情压力，也唔会对你安严高。你想要做乜嘅事情，为父爱，一定会来支持你呀。父亲，你莫爱用讲，系亚龙嘅不好。是我嘅不好啊！你能在安阳上，怎会俺弄出个好利龙啊？